乡亲朋友，大家安早，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初8拜5嘅客家清新闻，我是陈彦祖。当日的早晨9点半，客家清新闻都会伫明路巷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最近比做拜5嘅大部分的乡亲朋友都会提供嘅就友好了嘅。佢加之呢，好看运动比赛嘅乡亲朋友伫安布亚时间呢，就做嚟开始来注意哦。最讲呢，因台湾对疫情发展到今，都会安布亚时节嘅台湾呢职业野球比赛，因为在个快风民众去到现场看比赛嘅。啲错边呢，啲桃园呢国际野球场呢，就进行一场特别的野嘅快球仪式。那看到呢，野啲画面后呢，一个系国军的用体哦，也有呢系留一个太现的国旗落机来快来，系讲呢下半呢系一个三军的乐旗吹哦，也有呢就希望呢大帮安用的仪式呢，就系为同国军来加油哦。其实呢，國軍呢一路阿邊個啊，對台灣發展疫情都見呢，就動身忙同台灣呢來聽防疫咯，從係做這咩啊，韓國要將發好變為來小土一條呢所有嘅國軍呢阿邊個都動出節目。唔過呢啲前一波嘅一條盤沙咁嘅官兵，就表出群起感染，特別到武漢肺炎嘅一條事件。其實呢，對於幾個國軍呢，司機來講呢，都有動態嘅打擊咯。認真從係高雄嘅片，主動到民眾係談到國軍主動講哦。就係講呢，認真也嘅國軍啲廿八疫情當中，其實佢哋有負責當中有角色。嗰種呢，一下一嚟台灣野球快放民眾入場咧，也未呢算係台灣防疫嘅一個動態一個關鍵哦，有行到下一步嘅，就代表講因台灣嘅防疫有行啊可以未來行啊可以發展嘅，咪希望呢大幫按用嘅快用儀式咧，希望呢大家呢同國軍來加油以後，好講到一個職業野球嘅快事比賽，嗱看到一個中國時報佢帶來嘅報道，佢就同大家講呢，也未係因台灣呢係全世界頭一場。快放民眾去到現場看比賽哦，所以講因台灣的職業野球比賽，啲安布亞就會開始比賽嘅。啲安布亞呢啲現場球場鴉片呢係副辦觀眾會同一時來比賽，係講呢啲台中嘅片係中心雄體會同到天桃園來比賽哦。一啲門票已經差唔多買嘅有80邊呢，其實呢一啲紙質圖還算係一個。唔過呢提倡大家呢就會講就會認真一下，還算係防疫期間，嗰種呢也嘅相關呢中國人的做法之方法，沒有針對外入場觀眾呢，就要求呢大家要用實名制，係講呢大家要全場都係帶定最咩要量體溫，係講呢從係啲女亞嘅片，所有民眾呢都係用梅花草，希望大家呢坐卡唔好坐下煙調，唔好坐到安全，為保持社交安全距離哦。另外呢，咪希望呢大家所有嘅觀眾家哋會。呢嘢係固定呢，希望你大家較冇行來行去來減少接觸機會，希望你為了防疫做到清楚起步。假設你喺台灣防疫做到較好，另外呢就有可能為快放行下到民眾入場，因為係一場比賽快放1000嘅民眾入場咯，可能有當到民眾呢對知道講，按用人數看起來係冇買高年呢。如果你接下來假使台灣防疫做到行下好，一部分還係有可能會來做調整呢。學生呢，另外來講到，就係講呢，下一步嘅認真講台灣呢，雖然講呢疫情期間參嘅有加翻呢，嗰種呢就會認真按用政府呢一下呢就咩希望為針對各行各業來開始來聽紓困呢。啲前幾年嘅時間呢，啲行政總署政策就有宣布為擴大針對用事促權來做紓困。唔過就係講認真呢嘅為提供嘅資料有啲會麻煩呢，從工作證明一部分，其實呢當到無固定調解民眾係東南來提供呢，就針對按用啲籌備嘅時間呢，啲前幾年嘅時間，就會民眾見怪應講政府用為按麻煩咯，造成夾到問題就東南升降。佢針對按用嘅爭議，有民眾就罵講也擺紓困係紓困之亂。籌備行政總署政策係特別呈現出來同大家來費事理，咁啊同一下籌備行政總署政策而係用嚟講呢。台南南區區公所有當源頭排列新增1萬條現金紓困，因應疫情衝擊，行政院康泰金難紓困，針對無條報嘅工作者發1萬條補助。不過政策當到見，向工作人員唔負了解清楚，為咗安撫民眾嘅不滿，了解方案實施第一日，台南市長王惠杰帶現金直接發本信給審核過關嘅現場民眾。那也證明了這個紓困金是真的，不是假的。
是看得到也吃得到的。你只要带着身份证，你签了切结，政府就给你受理。地方首长去第一线视察，为了平息民众的不满，中央喊卡头1亿之内200废弃里，行政院长苏贞昌就选主持宴会，承认错行乱象，会考虑无详细。到了下晝3點，蘇貞昌邀請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來到高院進行說明政策，改擺廢棄里。都是因為禮拜一我講得不夠清楚，我領導這個團隊做得還不夠周到，所以今天在這裡我要向所有承辦的同仁表示感謝大家的幫忙，向國人同胞我們給大家帶來一些困擾表示道歉，請大家原諒。經廢棄里，不過蘇貞昌安排民進黨立委蘇巧慧就選到立法院質詢嘅時，係對執行單位衛生福利部有意見。當然非常感，因為你們的資訊是已經讓行政院院長在台上宣布了，結果竟然衛福部的公文完全沒有下去。這個命令你什麼時候才下去的？我們在5月4號的深夜才發文的。蘇巧慧質詢有關太上受到支持媒體人中央口建議係公主夫家。日本南洋嘅新議員羅志強批評聲言愛鋪下開節日，蘇貞昌同記者會後替媒講法，表示媒只係當認真同衛生福利部嘅同事討論過程，無情緒也無嚴厲批評，還安樂蘇利權係認真嘅公務人員，強調係其自家同8月嘅記者會無講好，引發民眾不滿，會好好檢討。記者王怡靜、高俊烈、文建芬，台南台北報道。第二件事情呢，啲同道嘅提供手機片都有一度民眾，有人呢係上外去神像受困，不過發現資料冇帶齊，故種呢就見到綁白哦。佢針對有問題呢，其實大家就見馬講，佢相關嘅作業，大家呢係政府按照金愛來實施，故種呢就咪初人呢，大家都唔了解，都唔清楚，唔知愛用嘅來神像。佢針對有問題，其實錯比嘅衛福部長陳時中佢沒有講到，講其實呢啲政府係可以上來聽訴相關嘅弱勢民眾哦。唔講你可能係資料相關嘅資料啊，冇準備到按完整，係講呢過程唔係咁簡單，嗰種呢造成一啲行政方呢，對當道嘅弱勢操權嚟講，有當到唔啲偏嘅做差。唔講你接下來呢，佢除同所有民眾來非司理來表態，夾到東派社呢，你希望呢叫做相關部門呢，為繼續來檢討，繼續留一啲嘗試變到較簡單啲嘅，你同監察所有嘅工作人員按出錢按無限咯，留所有嘅民眾壓力開起來，對夾到係非常監察。那我哋針對受困亞部分，其實呢政府呢咪堅提向民眾講，因為受困嘅神像係到2年大哦，嗰種民眾呢。第一步時間呢做得好好，留資料準備好勢。一下呢是外去到從喺提供咗，是外帶點身份證，還個有簽切結書，按用呢做做的神像呢，差唔多呢神像時間呢清潔係5年，嘅錢就會飛到亞富頭嘅。千萬呢假使資料係相關政府單位外去查，可能千萬2禮拜民眾就會量到相關的紓困金嘅，也係紓困的部分。佢講到紓困過後呢，現成講也係台灣的疫情已經漸漸的有卡翻呢，故所呢也係沙皮台中都見討論講也係相關的管制內容時將會解除咯，仲係盡量也求也已經部分開放了。也呢啲籌備嘅時間呢，一啲指揮中心就會講到嘅，佢針對仲係商務還個有文化旅遊一部分呢會開始來解放嘅。然後呢種籌備嘅時間呢，交通部仲係台鐵鴉片，沒有針對也嘅交通運輸工具，仲係複雜還個有高鐵鴉片，聽出嚟差唔多有嚴重重啟嘅一條半階段未來解放嘅計劃，差唔多到中期嘅時間，現成講假使台灣政府慢慢嘅疫情呢，佢強制在最尾嘅措施就做嚟解除嘅。唔過呢一部分係呢愛等指揮中心來宣布過後，將會來實施。咁嚟看一下，還有其他乜嘅解放措施為準備愛來實施嘅呢？關於武漢肺炎嘅疫情，由各地嘅指揮中心宣布將會慢慢地並用各項社交法通，但講交通部已經同旅遊業界研究，我來聽聽旅遊並用3階段嘅計劃，初步先推防疫理下最近6年嘅就會開始。
有在规划中啊，还没定案。这确实有这个想法，会去推防疫旅游跟安全旅游。所講嘅旅遊並用3集團嘅計劃，第一集團係防疫旅行，將會對是咧係咧了嘅交通事業方面來做是咧部分建議用途籌募，就會支出是咧方式冇錯規則嘅強下式，係咧部分安排1年1件，冇就係2年1件。旅遊嘅行程係攞不了嘅景點為主，從遊覽車出嚟為各國來做，咩要帶做嘅咩天意集團係安心旅行，將會規劃團體旅行，每年基本補助600個元，係從嗰度呢咧，冇就係離島旅行嘅再個加600個元，自由行嘅部分係每年檢防補助1000個元，離島旅行做得再個加1000個元，也就係自由行最多2000個元。從振興國內旅遊開始做是，這方向是對的。那像之前在秋冬有補助的時候，還有在之前的一些包括春遊補助，你就會可以看到說，像很多的地方確實人潮都會帶動起來，因為有一些補助方案確實會讓旅客有消費意願提高。那振興方案這一些辦法一定有幫助，但是效果呢不會很強，政府要去注意這個事情。韓國第3集團係開放國際嘅人客，包含日本、韓國、東南亞一條國家人來台灣旅行，唔過一下一條補助方案，韓國檢驗都係冇聽講，韓國頂多公共交通部在研究過，同時經過中央疫情指揮中心係聽過後將做得做，記者台北報道。剛剛呢啲新聞都放到你看到，現在也下台灣疫情已經漸漸的有卡跌咧，不少呢各行各業咪準備話來重新啟動，越來停通起來嘅。從呢傳染也部分呢嘅指揮中心就有講到嘅，佢針對傳染嘅限制，也呢係係希望呢大家係呢盡量來保持咧梅花草，能夠呢從一啲作定嘅係係來保持相關嘅一條距離，然後呢咪希望大家呢會用一條共同嘅一條統治啊，係夠有快嘅一條，唔過呢重複抗議。共下示範一部分嘅體間呢，做咗呢唔是受到暗夜呢，做嚟圈呢來示範安尼大水股咩卡防騙呢？嘅種傳染一部分呢，其實認證一條限制起來呢，對於民眾嘅生活都有動態影響。故所一部分未係指揮中心行業部準備未來重新來檢討來討論呢，也係針對管制措施嘅防部分。再來呢，我再個對體間來看到嘅，最講。因錯片呢，台灣有新增加一例對境外引來個案，也係一例20歲嘅5歲咯。而係先前佢卡泰做些時節，就有測到一例武漢肺炎。不過呢，佢啲個片呢有做治療，下後呢有200測驗都係陰性過後。不過呢，佢啲差唔多5月初3轉來台灣嘅時節，又發現佢有變到陽性呢。佢針對佢針對呢樣問題呢，其實呢先前就同到民眾都見討論咯，現在有同到嘅軍人，也呢都啲國外有，也呢有認真講，全世界疫情行上係東嚴重，嘅假使民眾有啲國外測試到武漢肺炎過後，上外轉台灣咁有辦法咯。嘅指揮中心就講，假使有克服兩大條件就做得咧，也兩大條件係乜嘅咯？嘅針對一啲兩大條件，前主要呢最講，呢度確診患者想轉台灣呢，為啲前主要呢為就會講，一個發片至少要有2年以上時間，最講我哋2年以前就測到武漢肺炎，係講你哋亞期間總得出現有相關的徵兆，另外200測驗都係陰性呢，就唔將做得轉來台灣來接觸治療，也有關確診者為轉來台灣的相關規定咯。然後呢，韓國有從當年啊，亞寬亞嘅指揮中心嘅記者會都會看到有一場人係特別的辛苦，而係乜人咯？其中係呢一個指揮官陳時中咯，也係呢大家應該對佢都非常嘅熟悉哦。就有人講，假使大家看到一個指揮中心嘅記者會有看到陳時中都會知道特別的安心哦。其中蘋果日報就有特別請來陳時中同佢做一個專訪，來同請佢講一下，佢啲台灣防疫差唔多有8公里咧，8公里嘅亞期間，請主要佢嘅心情係樣嘅哦。喺陳時中呢，佢就有講到，其實呢，從佢啲台灣嘅防疫差唔多8公里嘅時間呢，有清太生態關係，佢知道清太嘅挑戰哦。依家呢就會從
去年差不多12年的时间，就有发现讲武汉肺炎有表示疫情，这时呢就有武汉的病机，爱对中国肺炎比到台湾来，而大家呢都唔知爱用嘅晒认真政府还係同講講，因為肺炎呢可能會有民眾呢會留意疫情對中國肺炎帶進來，這時呢大家都唔知愛因為做，我哋嘅時呢就會講也嚟副處長總影響，佢就建議講，希望呢檢疫人員愛去到病機來做檢疫，也部分呢咩其實同人大家下來呢相關的檢疫措施呢打下一個良好的基礎哦。然後呢韓國有從一開始第台灣表示疫情的時節，大家都當緊總講，佢哋最咩咁有難哦。咁其實其他地啲嗰時就有看一下國內最咩產量，就發現根本唔拉用。故所呢就當家推出將係實名制，韓國有最咩國家最愛用嘅政策。故所呢將會從實質到一下台灣所有民眾呢都兩個都最咩將會。講一啲台灣防疫本大家都見成衰，再講嗰種事一啲決定係非常正確嘅。然後呢，韓國有大家有基本結講，一啲防疫期間本意知道講千緊張、千受理係乜嘅事件咯。佢就有講到嘅，嘅一年呢有增加差唔多23名案例呢，韓國有從台灣出現頭一例，再講一啲拍牌嘅幾場查司機死亡案件。發生這種事係本期知道講當緊張嘅，唔過呢下後認真講所有嘅指揮中心嘅人員啊，韓國有所有衛生單位都同團結同出現，將有留意嘅疫情控制下來。然後呢認真講，而當年啊都差唔多8公年咧，當年都會出現啲異雜嘅現象，睇下呢就基本佢講唔會開幕，佢嘅陳時中呢佢就有講到，佢就講認真講佢。係做公務人員，故所呢，佢就講國家有需要佢嘅時節，佢當然呢會企出來留一啲事情做好來，也係有關陳時中啲防疫期間啲個嘅心情嘅過程。其他家屬鄉親朋友，假使想愛了解陳時中啲防疫期間嘅心情，韓國有面對乜嘅挑戰，再來繼續來看相關嘅報道。好，嘅以上呢就NTV同大家來整理嘅有關疫情嘅情形重點，相關親朋友都會下晝2點時節，各繼續來收聽我哋客家清新聞，同大家帶來一啲繼續來關心關於清新嘅疫情發展。客家清新聞，客家 Life， 本唔清新嘅疫情之星。我係陳彥祖，我係邱麗婷。當日早晨對報紙條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清新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清新聞。